现在的新项目全部都在1200、1300 square feet， 你相信8分钟到 CIQ 的完工项目只需要530 square feet 吗？今天带你们看的单位是发展商新年特优单位，4房4厕，还福利furniture，走，我们去看房。4房4厕1389方尺，你看到的都做好给你。想要拎包入住，选这里就对了，价值60千的家私都做好给你。这里小区对面就是 shopping mall， 里面有电影院、Aeon Supermarket、Wellness、Mr. DIY， 还有各大中餐馆哦。不止这样，发展商现在还推出 Guarantee Return Package， 1年给你3到6% 的回酬，就看你怎么选。这样子的无敌海景房只要800-900千，而我偷偷告诉你，我这里有海景房，单位不多咯，赶紧点击下链接联络我，我是Chloe，你的新山房产顾问，拜拜。